大家好，我係盧思發，歡迎嚟到講鬼夜話。我哋嘅頻道專門探索香港每一個陰暗角落，揭開都市傳說背後不為人知嘅故事。喺未開始故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講鬼夜話頻道，俾個 like 支持一下我哋，同埋可以分享俾其他人。你準備好未？我哋即將登上傳說中多咗一位乘客嘅尾班船。要講呢個故事，我哋要先返到幾十年前，天星小輪同其他港內線渡輪，可以話係貫穿咗香港嘅成長歷史。日頭佢係載住市民奔波過海嘅交通工具，但係當深夜降臨，最後一班船劃破漆黑嘅海面時，一啲古老嘅規矩同傳說就會悄悄浮現。老一輩嘅船員之間一直流傳住一個心照不宣嘅禁忌，就係永遠唔好認真去數尾班船嘅乘客人數。點解？因為無論你點數，個數目都可能會多一個。尤其係當你行去船尾，見到一位長髮披肩、睇唔清樣貌、靜靜地望住窗外維港嘅女人，呢個就係傳說中嘅第三個乘客。傳說嘅具體樣貌係點睇呢？等我同大家分享一個嚟自90年代尾一位化名叫阿權嘅夜更船員嘅經歷。當晚11點50分，佢負責從尖沙咀開出嘅尾班船，一如以往，乘客寥寥可數。阿權好習慣咁行去船尾做最後檢查。就喺呢個時候，喺眼角望到最後排嘅角落坐住一個女人，佢全身着住深色衫，長頭髮遮住咗大半邊面，就冇一動不動咁望住外面嘅燈光。阿權當時冇為意，繼續佢哋工作，直到船就攞到中環碼頭，行去準備開門，順便再望一望船尾個位已經空咗，成艘船嘅通道都係直嘅。個女人冇可能喺阿權唔為意嘅情況下行過阿權身邊落船。阿權心入邊當堂寒一寒，佢好肯定上船同驗票嘅時候絕對冇見過呢個女人。更詭異嘅事嘅後續，當佢返到控制室同同事講起呢件事，有位老海員同事拍拍阿權膊頭，細細聲講：後生仔唔使驚，我哋叫佢阿麗，係呢度嘅常客嚟㗎。記住啦，佢唔騷擾你千祈唔好去騷擾佢。從此之後，阿權每次當夜更都會特別留意。阿權發現，原來除咗自己之外，其他行內嘅老師兄或多或少都遇過類似情況，大家嘅描述都好一致。一個長髮女人獨坐船尾，喺船靠岸前就會神秘消失。有人話可能係好多年前喺維港跳海自盡嘅女子，魂魄一直徘徊喺最中意嘅海港。亦有人話係一個趕唔到尾班船，結果發生意外嘅女仔。所以女仔嘅執念就係永遠搭唔到站嘅尾班船。從科學角度去思考，呢啲可能係船員同乘客喺極度疲勞同昏暗環境下產生嘅感官錯覺。深夜嘅渡輪，燈光昏暗，海浪聲單調，好容易令人精神恍惚，將影子或者一件掛住嘅衫錯覺成一個人。第二，亦可能係一種群體心理暗示，當一個傳說嘅某個行業群體裏邊流傳開，新入行嘅人就會不自覺咁帶住心理預期去工作，將一啲平常嘅事件解讀成靈異現象。不過，點解呢個傳說會集中咗尾班船？點解主角總係一個長髮女人？而點解幾乎所有版本都強調咗出現咗船尾呢啲高度一致嘅細節？似乎又唔係一句巧合或者錯覺可以完全解釋。會唔會呢個傳說其實係一種古老嘅安全守則，用一個恐怖故事嘅形式提醒夜更船員唔好喺船尾呢個容易發生意外嘅位置鬆懈，要時刻保持警覺？又或者佢係香港人集體記憶嘅投射？我哋對維港急速變遷、對舊日情懷嘅一份失落同不捨，最終化成咗一個永遠留喺海上嘅幽靈。真相可能永遠都埋藏咗維港嘅燈光倒影之下，但呢個傳說嘅生命力正正就解於佢哋模糊不清，同埋佢與香港人生活嘅緊密連結。下次大家有幸搭到渡輪尾班船，不妨望一望船尾。如果你見到一位獨坐嘅長髮女士，唔使驚，亦唔好打擾佢，或者佢只係同我哋一樣，係一個唔捨得呢片海港嘅香港人。我係盧思發，多謝你收睇講鬼夜話。如果你都有聽過一啲奇怪嘅都市傳說，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講鬼夜話，俾個 like 支持下我哋，同埋分享俾其他人。我哋下個星期六再見。
繼續發掘香港都市傳說嘅另一面。